随着时代的变迁，在台湾很多产业外移，不过在苗栗的陶瓷工厂却决定把根留台湾。他们转型成为观光工厂，设立了一个五股文化村。游客在这里呢可以 DIY 了解制作陶瓷的过程，也结合了在地文化。今天感动时刻，我们就带您到苗栗一块来走一走。放慢脚步，感受农村气氛。这里是五股文化村，也是台湾知名的观光陶瓷工厂。这里哈，来看一下，就是修这个灌模的分模线，一条线，有没有看到？观光客不但上门了解制作的过程，上色上釉，还能 DIY， 要亲自体验陶瓷如何诞生的。彩色釉画好之后呢，就要再上一层釉。现在工人虽然不多，但60年代到80年代，这里可是有上百多个工人为欧美代工，多条生产线的运转相当辉煌。虽然不敌时代变迁，但是老板坚持不把工厂移到大陆，要把根留台湾，所以慢慢转型。要转型，除了内销，他们还结合客庄农村文化，设计独一无二的商品——米仓密封罐。这个就是我们早期的那个大型的谷仓，那我们按照它的缩小比例呢，来做成像这样的一个装饰用的这个谷仓。在农村时代，满满的米仓可是象征稻谷丰收的喜悦。现在做成了装饰品密封罐，也希望提醒大家不忘本。我们做这个起来最主要是一个思古幽情，那看看现在，看看这个东西会想到以前。为了表达爱乡爱土爱客庄，他们设计的黑猪仔商品桐花弥勒猪很受到欢迎。为了让黑猪仔栩栩如生，连上色都很花功夫。他用这个海绵，然后沾微量的这个颜料，然后这样子沾的，那看起来才有点像黑猪的这个毛发。它是画桐花画的最好的了。而想要融入客家文化，他们还替黑猪添上了桐花，象征福气，代表幸福的客家黑猪应运而生。特别农业沙皮啊，当人家做属猪的啊，也是特别走前呢一个客家嘅农村生活呢其中的一个属猪的一个家庭有啊。五股文化村强调尊重万物，感谢五股。成功的转型让老师傅能够发挥手艺，也让客家精神在陶瓷产业中再发光。瓷器代工的硬底子为客庄上色，陶艺制作的老师傅为创作添妆，米仓丰收的祝福，桐花小黑猪代言感动时刻。